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嘉义东石海线的大脑叫做林水树。4个月前，因为瓜分提去甲拜访，引发着争议。昨林水树来嫁查囝，开500外道，婚礼排场真大，现场放烟火放10多分钟，搁出现着烟火风火轮。来食到的宾客是看甲目睭拢唔甘呢，因为这个林水树正大的关系真好，加上伊的兄哥甲伊的查囝拢捌做过当地乡长，所以这回嫁查囝。正大有才来参加着婚礼，伫咧选举前这个敏感的时刻，嘛受到外界的关切。七彩烟火斗斗音乐伫咧空中表演，也景红笑甲金光闪闪，重头戏搁伫咧后壁。就亲像风火轮共款，伫咧空中转啊转，精彩程度，互现场的人客看甲是目睭前酷酷顿西。烟火放10多分钟，无讲廖主讲是跨年烟火秀，毋过其实这是婚礼现场。祝福咱的这对新人，人生会当荣华富贵。3架怪停车场都啊喜啊菜满满，开500外道，原来这是嘉义东石海线大脑林水树嫁查囝的好日子，因为林水树过去后。前做事将管线乌道到府，人面前看，加上亲戚朋友小林线做过任乡长，本身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嘛是20-30年的好朋友。之前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嘛到南界拜访，所以正大关系真好。一摆嫁查囝，真侪朋友拢来到现场甲铺排。有足闹热的，有啊，足闹热的，吃瓜子尔。政治人物来啊，大咖的。顾只电无啥注意来听。婚礼场面真大，精彩节目嘛一直咧放送，像是主要贵宾有倒一个正大人物来现场甲祝贺，选情敏感时期嘛引起大家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